木板、foam board、貼紙都係活動經常用嘅原材料。Event 過後，全部都係落堆填區，非常污染。你好，我係 Joseph，Senco 嘅創辦人。喺環保製作，我哋針對酒木、酒膠達至 Carbon Zero。我哋利用工程級紙板作為主要嘅原材料，搭建不同嘅裝置。由簡單嘅 standee 去到大型嘅建築都冇問題。環保製作非常簡單，只有4個步驟。首先由 concept brief 開始，跟住我哋會出 rendering 俾你選擇。confirm 設計之後，我哋就會生產。最後當然就係安裝同回收。